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啊！又到了我们的敬拜时间，让我们今天就请恩心跟恩宇来带我们一起敬拜。谢谢恩心跟雨带我们做这敬拜，让我们用我们美妙的歌声来敬拜上帝。好，那今天呢，小朋友，最近我们知道因为 COVID-19 很严重，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去医院或者是认识了很多的医生呢？如果呢，有这个医生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不但亲切的来为我们看诊，而且也为你祷告。这应该会是很温暖的感受，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一位医生，他呢也是一位牧师，他就是谢伟医师牧师。那他呢不用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医治助医生这样子没有办法自在的跟人传福音呢，他呢是一个真正有在神学院读过，而且能够有受封立为牧师的牧师，所以呢他不但可以在教会传福音而且呢他也在医院为病患来治疗。小朋友，你有听过说父母把小孩子奉献给上帝吗？那要怎么奉献给上帝呢？因为呢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把以撒绑起来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吗？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说要像哈拿妈妈那样子，把撒母耳带到上帝的殿那边去一生来服侍上帝。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谢伟医师呢，他呢就是因为小时候
这个曾经生了一个重病，那他的爸爸虽然是医生，却没办法救他。但是后来很神奇的，在这个武天赐牧师的一个祷告之下呢，哇，他神奇的活下来了。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感谢上帝，觉得这一定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上，在谢伟医师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跟旨意，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谢伟献给上帝。并且呢，在他后来渐渐长大的过程，都会提醒谢伟医师说：“你是献给上帝的人哦，将来要为上帝服侍哦。”哇，那你听到你会不会觉得那是不是他想做什么就不能做了？他将来只能当牧师？不是哦，因为如果你有什么想做的，只要是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还帮你完成哦。那谢伟呢，他就是很想要成为像他爸爸一样，成为一个医生，然后可以去帮助很多身体有病痛的人。好，那这样子他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来赶快听听他的故事吧。一生的承诺，医生牧师谢伟的故事。1924年，9岁的谢伟生了重病，却奇迹式的康复。他的父母用感恩的心许愿把他奉献给上帝。可是，这位男孩对医学也有兴趣，所以他长大以后成了谢伟医生，同时也是谢伟牧师。23岁完成神学院教育的谢伟，到日本留学，喜欢上一样在日本学医的杨琼英。谢伟向她求婚。杨琼英知道谢伟将来除了是一位医生，也会是牧师，跟他一起组织家庭会很辛苦。他还是勇敢地说：“我愿意。”2次大战后，回到台湾的谢伟好忙，好忙，好忙。爸爸一手创办的大同医院，在爸爸去世后，负责的大哥又生病了，需要谢伟来接手。不止如此，他还担任教会的传道师，后来又封立为牧师。谢伟总是一边看病，一边传道。有一天，孙理莲宣教师邀请谢伟去部落帮原住民看病。谢伟常常放下自己的大同医院，和医疗团一起步行上山义诊，一天要看好几百名病人。他不觉得累，反而有着帮助人的喜悦。谢伟不肯领医疗团给他的补助，还拿自己医院的收入来帮助医疗团。1951年，生活、工作都已经稳定的谢伟，为治疗肺结核病人，特地去美国进修胸腔外科手术。这3年，在台湾的杨琼英重新穿上白袍，帮他打理大同医院，照顾谢伟的妈妈和整个大家庭。礼拜天还会招呼一些住得比较远来做礼拜的人到家里吃饭。在美国专心学习的谢伟，一直牵挂台湾的需要。在离开美国前，他用1年的时间跟人分享要在台湾设立3地肺结核疗养院的计划。他的分享感动了许多人奉献金钱，还影响了马喜乐决定到台湾来服务。从美国回到台湾的谢伟更忙，非常忙。他继续协助南投教会，也关心附近的教会。他在埔里用一间竹房子做基地，发展埔里基督教医院，看顾生病的原住民，也办护理学校，训练专业的原住民护理人员。后来有徐宾洛护理师
和基欧会医师来接手。终于，肺病疗养院在埔里的鲤鱼潭畔办起来了。细心的谢伟邀请病人一起来决定伙食菜单，借这个机会让病人知道营养均衡的重要，让他们出院以后继续保持好习惯，减少复发。1960年，孙理莲宣教师又来邀请谢伟一起到台南的北门，和王金河一起医治乌脚病人。这2位医师都会亲自闻病人脚上伤口的味道，来帮助他们判断病情。孙理莲、王金河和谢伟成了医治乌脚病的铁三角。谢伟看到了彰化20沿海地区缺乏医生，他认为台湾的基督徒医生已经可以独立开设一间基督教医院，不应该老是依靠外国宣教师。因此，他呼召基督徒医生们一起参与开办20基督教医院。他自己每个礼拜最少会去1次20义诊。谢伟更忙了，杨琼英留守大同医院，让谢伟可以放心地在外面奔波。忙碌的谢伟如果赶得回来，一定参加每天晚上举办的家庭礼拜。谢伟弹得一手好琴，常在家庭礼拜中司琴，大家一起弹琴、唱诗歌、读经、祷告。在客厅的桌上有一个对讲机，把礼拜中的声音送到楼上，给生病中无法下楼的谢伟的大哥收听，让他一起参与礼拜。谢伟每次外出回来，都会先跟妈妈报告自己回来了，也会透过对讲机跟在楼上的大哥请安。谢伟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休息。这一天，他一大早就出门去埔里看诊，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自己开车赶到20。你不多休息一下吗？杨琼英担心地问着谢伟。我少睡一点，早到1分钟，病人就可以少受苦1分钟。疲累的谢伟是这样回应的。你出门要小心，杨琼英说。你也是，家里、孩子、医院就要拜托你了。谢伟说完，匆匆忙忙地开车离去，赶去下一个行程。好，小朋友，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故事，虽然说这个谢伟医师只活了55年，但是呢，哇，他的生命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他非常想要当一个医生，他想要帮助别人从这个疾病当中能够脱离那个疾病的痛苦，尤其呢是在1950到1970年期间，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读书的人其实很少，当医生的又更少了，而且没有健保，所以呢，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医院，没有医生，那甚至很多人呢，即使生病了，也没有钱看医生，或者呢，要看医生却要花尽他们所有的钱，因为看医生很贵，所以呢，这个谢伟医师他就像耶稣一样，他都主动到那种很乡下的地方去山上或者去海边然后自己呢就跟着医疗团自己背着那个医疗器材或是药材到山上去那个山地那边帮助那些山地的这个原住民甚至呢为他们募款建了这个山地治疗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埔里基督教医院那甚至呢，当时因为在原住民那边也有很多这个肺结核的疾病在流传所以呢，他也为他们建了一个疗养所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谢伟营地所以呢，他这么努力的来
帮助这些乡下的，特别是没有钱可以治疗的人，就因为他看到他们实在很需要，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孙理莲宣教师的一个邀请，那他后来甚至来到我们台南北门这个地方来帮忙治疗那些乌角病的病患。乌角病的病患呢，他们因为一个污染的关系，造成他们必须要截肢。所以可能就没办法再工作，生活就陷入很困苦当中。所以这个谢伟医师就主动的，他甚至是自费从埔里那边自己自费搭车来到台南这个地方来为他们治疗。这个都甚至都不跟他们收费，还出钱来帮助他们，因为他觉得他很佩服那些乌角病的病患，虽然他们因为生病，脚没了，手没了，可是他们仍然很勇敢的，有活力的面对他们的生命。所以呢，谢伟医师他也从病患身上感受到很多的热情。谢伟医师他这样谨守他对上帝的承诺，要奉献给上帝。那我们呢？我们还是个小孩子，可以怎样奉献呢？其实奉献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奉献其实很简单哦。比如说，你现在正专心的听这个故事，然后把它记下来，并且呢，找机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人，让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哇，这个就是一个对上帝很好的奉献哦。另外呢，比如说，如果你有发现家人或是你的同学、朋友，他们也许比如说因为考试因为这个读书太累，或是紧张，或是要比赛啦，这个要表演了，因为太紧张造成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有发现，你可以为他祷告。那这也是对上帝的一种奉献哦。或者甚至呢，你可以挑战自己一下这个每天为6个人祷告，可以为你的爸爸妈妈为你的阿公阿嬷、你的邻居、你的同学朋友，甚至呢，我们现在都会听到或是看到在报道说，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因为 COVID-19 确诊，身体有很多的不舒服甚至呢面临生命的危险。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或者我们也有看到，像俄罗斯乌克兰，他们正在战争，很多的人民都没办法平安的生活，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来祷告，甚至呢，为我们整个大自然的环境不要受迫害，这个海里的不管是鲸鱼海豚他们可以自在的、健康的生活，也可以为这个来祷告，这个都是对上帝很好的奉献哦，因为上帝喜欢我们为别人祷告。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谢伟医师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学习到，原来对上帝的奉献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供给我们很多的需要，并且让我们有平安健康，可以来敬拜你，可以让我们有快乐的歌声来赞美你，也让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并且能够把它记下来，让我们有那个热情，可以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我们愿意来为人祷告帮助人、安慰人。特别我们求主你帮助这些COVID-19 确诊的人，求主你帮助他们能够快快的恢复健康，也求主你赏赐给这些医疗的人员，使他们可以像谢伟医师那样欢喜快乐的喜欢帮助人特别是帮助那些生病和受伤的人，让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都健康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各位小朋友，我们刚刚已经听了谢伟医师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做奉献
奉献，除了我们时间上的一个付出以外，我们也可以这个到处传福音，把上帝的话传递给人。那甚至呢，认真的来听上帝的话，都是一种奉献。那现在呢，我们也用另外一种奉献，就是用父母给我们的零钱，我们来做一些奉献。那所以邀请大家现在来做个金钱的奉献。世上一切变难的，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亲爱的天父，恳求您使富强教会的孩子们有聪明的灵，认识你是他自己的神，不只是父母的神。敬畏神的心，就不靠自己的小聪明。求你使他们凡事认定主，不轻易发怒，不行恶事。愿主的聪明显明在孩子身上，使他的骨骼和肚腹都得强壮。小孩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上帝基督的心来做头传阮嘛永远的大所在显明，迄个对白基督教